珠海交通便捷，文化同語言相近，係唔少港人理想嘅養老地區。進優生活合作營運嘅珠海和源頤養中心，位於香洲翠田南路99號。如果搭金巴，從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到珠海口岸只係需要40分鐘，再轉搭20分鐘的士就可以到達。全程最快1個鐘之內就可以到達院舍，方便屋企人同朋友探訪。如果你揀自己揸車，院舍距離香海高速入口揸車只係需要7分鐘，距離拱北口岸揸車只係需要15分鐘。院舍附近有多個地鐵站，包括前山站同明珠站。巴士站最近係海納石明苑公交站。珠海和源頤養中心建築面積超過82萬平方尺，一共15層。2024年啟用，一共提供1200個床位，當中150個床位劃為港人專區，預留俾參加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港人入住。立即帶你到房間睇下，呢度係雙人套房，面積至少380平方尺，有雪櫃、書台、露台、獨立洗手間、無障礙淋浴室、扶手設備等等，空間寬敞。珠海和源頤養中心達小區規模，院內有豪華娛樂設施，包括有卡拉 OK、圖書館、電影室、門球場、台球室、瑜伽室、音樂室、空中花園、麻雀房、理髮室、美甲室等等嘅設施。另外，院舍2樓設有餐廳，早午晚3餐以自助餐形式供應，全天候供應超過40款健康美食，包括海鮮、肉類、蔬菜、時令水果、低糖糕點等等。呢度嘅8至9樓已經劃為港澳專區，同聲同氣嘅廣東話，相近嘅飲食習慣，令你更容易融入院舍生活，識到更多新朋友。長者最關心醫療支援，珠海和源頤養中心入面直接設有2級醫院診所，提供內科、外科、康復科、牙科、中醫等嘅醫療服務。入住嘅長者無需要離開院舍，就可以直接接受全面嘅醫療照顧。和源頤養中心係社會福利署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認可服務機構。立刻聯絡進優生活香港辦事處22199668，協助你了解申請入住流程。